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红龙独界提供便宜。在台湾呢，你个慈善生态非常嘅丰富，不过你大部分嘅人啊，多少有机会进行行业采纳、详细观察、了解野生嘅动物。不过好在在台湾有一群人啊，佢哋年纪点点，用佢哋嘅青春岁月、体力、金钱，一摆又一摆攀山过岭，是为到很好了解台湾嘅慈善生态。留下温馨嘅記錄。今晡日我幫大家看嘅兩出紀錄片，一出咧係愛心有烏鴉烏，講嘅是記錄烏鴉烏研究者嘅故事，朱佑天、賴俊祥兩聲音嘅故事。另外一出咧後山沙人，講嘅係記錄水生研究嘅故事，向下來看一下。我认识赖老师之前，我对山椒鱼是只认识他，没有任何感情。然后我第一次认识山椒鱼是跟赖老师在晴空森林旁边就翻找到山椒鱼，然后赖老师就跑到我的耳朵旁边就跟我讲说：“哎，你有没有看到山椒鱼的微笑曲线啊？”现在回来在完成赖老师的一些实验的一些想法的时候，是，我就有去做它，是，它是连接我跟俊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物件，一个生物，对，所以不知道去做它就是。想念他，想帮他去完成一件事情。研究工作事实上也是一种赌我们的假设对不对？赌我们的这次这趟去有没有具体的那种收获了？我现在目前所服务的单位是畜牧界，就是经济动物这个领域这样子。
那经济动物这个领域的话，你如果提出山椒鱼这种跟经济动物没有关的这样子的那种就是题目的时候，事实上会常常被质疑，就是说你好像就是不在本行努力。提山椒鱼当做我今年国科会的一个研究计划之一，事实上那时候是考虑了很久。那我认为它的山椒鱼这个物种在台湾的重要性是蛮够的，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很勇敢的把它提出去。在冰河时期的时候，大部分的那种水汽都会被就是收集在南北两极。台湾跟亚洲大陆中间的这个海平面就会下降，台湾跟大陆中间的陆地就裸露出来嘛。动物的话就可以迁徙来台湾。后来在间冰期的时候，南北两极的那种就是冰就开始融化，海平面就慢慢的就是上升起来。台湾跟大陆中间就被海隔离，所以就会局限在台湾这边来。这种生物我们就把它叫做冰河绝移的动物了。在台湾冰河绝移的动物比较有名的就是樱花公吻龟，但是樱花公吻龟只分布在七家湾溪，台湾山椒鱼在台湾几乎各大山脉都有分布嘛，就是我认为远比樱花公吻龟都还来得有价值，所以我未来期待了可以变成台湾一个蛮就是独特的一个研究。很不幸的，香蕉鱼的计划没有过这样子。计划没有过的时候，经费是第一个问题。垫了一些钱了，但是不能让太太再花太多。在大炮研究室的冰柜里面有找到7盒的这种组织盒，对，然后它每一个组织盒里面都有编号，或是它上面有写一些资讯，对，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些组织是在什么时候采集的？朱老师请我大概花了1个月的时间，然后慢慢去找。因为这些组织都是那个赖老师从1983年的时候开始收集的。那这些资料的话，其实很重要，就是它还包含了 GPS 的点位，那我们就会知道，就是说这个样本它来自哪一个山脉。哪一个海拔？好，那因为它是一个遗传样本，所以我们可以就是抽取它的DNA 这些山椒鱼亲缘的关系，就是它们的一些演化的路径呢，就可以从这些样本去回推出来。是他自己本身不是对山椒鱼很了解，那可是他还是为了要完成这个计划，还是为了之前一起共同的主持人，所以那个时候老师其实也是都在实验室待到非常非常晚，然后有读很多他本来也不是擅长领域的资料。后来应该是老师在整理地图的点位的资料的时候，然后再想到山椒鱼它是两栖类，所以老师猜测它可能它的移动跟水很有关系。另外一个点也是热气源头，是在雪山翻过退子，超远，还好。翻过退子之后往下切到火石山那部分，对，这边也是热气源头，对。但是之前有其他哺乳类调查的队伍，他们有在这边找到台湾山椒鱼，真的，我有看过照片，大炮有看过。
老师，哎，对了，老师，那个我们这次上去大概会走这条路，369之后会到黑森林这边来嘛？对。那黑森，我还以为黑森林应该有。应该有哈，所以我们在这边会找一下。因为黑森林是在那个千谷下面。对，那就像南湖千谷这样，比较暗，然后水刚好是从那千谷下来。好，志乐溪，然后就是桃山西溪，对，这2个点是这次的重点。像台湾三交椅的话，从大甲溪那边进来，在渔船上面的话，我们要厘清的一个东西就是大甲溪上去之后的西侧的源头跟东侧的源头，渔船上面它是不是有连续性？那这样就可以厘清到底台湾三交椅是不是从雪山山脉，然后慢慢的过迁到中央山脉来，还是只是它沿着大甲溪往西往东不同的方向去过迁，然后分化。志乐溪跟桃山西溪的流域是刚好就是大甲溪往西的那种源头，那往东的话就是河湾溪跟南湖溪嘛南湖溪跟河湾溪那边的样本的收集事实上是够了，但是在桃山西溪跟志乐溪那边调查现在是缺的。这次去雪山山脉最主要是要去调查在那边有没有台湾三交鱼。研究室的工作还很多，所以你上去的时候，你必须抛弃研究室的工作，就是放下所有的东西，然后上去。其实也会挂念家里啊，这前他就叫我说上山要注意啊，凡事都要小心啊。他们其实也蛮担心的。Di hanin tama. Isang kami MC Shaludon. Tambi pihak kami Shaludon Chin untuk wani suki ni Anteludon. 柚子就很喜欢入山入园，一定要马上申请，在刚开放的那一刻。这次的也是上次在合欢山的时候才去的，不然有的可能差个几秒就没有床位了，就不能去的时候。赢了，第一个小安心。生物对于3D 的那种影像，还有就是植被啊这些背光，它非常的清楚。在拟定的这些调查的那种路径，它这方面特别的厉害。人一生出来也没穿鞋子，我觉得这人的本能就只是大家忘了而已。几公斤？不多，这35左右。不用。
在从事高海拔的一些动植物的研究的话，花大概是3天的时间才有办法到达那个样区。那台湾的山又很陡峭，你必须带着你的研究器材，背那个重装，整个过程当中是非常耗体力的。找到那口。东西还没有拿到。今天的行程最主要是在桃山信息的上游，然后我们是希望能够找找看有没有台湾山椒鱼。走啊，走啊。你必须亲自到达它的栖地，开始冥想，就是说，你如果是山椒鱼的时候，你怎么去做移动？这个桃山西溪，那它有很多条源头，我们就选了其中一条源头，因为其他地方可能比较陡，就走走看，找看有没有水源可以找。踩点小心啊！滑。老师，嘿，我们就从这边开始走。对，我看起来蛮适合的。那种边坡就是人跑道的地方都可以，那种太危险的地方就不要去翻。不要过哦。对。我们相对数量是用努力量来定义。那所谓努力量的话，就是说平均找到一只山椒鱼的时间。所以我们刚开始去翻山椒鱼的起始的时间跟结束的时间，我们都有一定。哦，那还有，如果找到一只山椒鱼的时间越短，代表那边的山椒鱼的丰富度越高。山椒鱼的秘诀是什么？它通常比较喜欢在有树林的底下，然后潮湿，所以它们会躲在那个有青苔的石头底下，或者有青苔的木头底下。刺葱其实他找东西很敏锐，因为可能他也是猎人的那个身份，所以他看到的东西跟我们不太一样。这个溪流源头遮蔽力很好，湿度应该也够，环境蛮适合山椒鱼的。但是放了快一个钟头了，放不到半只。你就找到，再找10分钟就好了，机会越来越渺茫了。
像我们翻开的时候，它如果跟煮的颜色很像的话，或者你手不够快的话，它很容易就会不见了。那我觉得很像山里面隐形的宝物。那很可惜，放不。其实老师很好强的，他每次下山都受伤，什么脚扭到了，什么腰痛、脚胀，什么蹲不下去，有点筋之类的。对啊。加油，小 P！ 感觉如何？要当蜗牛，一步一步慢慢往上爬。我怕它撞下去。蹲下来爬也没有关系，中间尽量放低。这真的是一路滑下来。蹲站到主前面，不要主旁边哦。前面呢？对，前面。我认为在做高山研究的话，很像在做休闲。其实我觉得跟着那种大甲妈祖绕境没有什么两样，就是一直走，一直走，在很不好的环境之下，然后隔天又要继续走。好，过了。到了。雪山山神，我们是台大的动科系的研究团队，那这边做动物相调查，那希望保护大家这次的任务能够顺利平安。这个下来哦，这个。对喽，下定线喽。开始找了一下子啊，因为开始下冰珠了，但这边没有的话，也可以当成一个对照组。架设 Hobo 的目的最主要是要24小时监测这边每一月、每一季、每一年的那种就是整个温度、光照，还有就是湿度的变化。获得这些资料的话，对于以后来解释山椒鱼的生态是很有帮忙的。喂，思雅吗？我是爸爸。哎，我在讲微信电话。你告诉妈妈，我们这边在下大雨哈。啊，等人都平安哈。所以今天的一整天的计划，重点还是在那个自热器上面。完全没有踩底。用屁股踩啊。现在
比较辛苦的就是像我们到山上去走了一整天了，但是山椒鱼因为都在溪谷，所以我们通常是到了营地之后再下去走，就会比较累一点。花的钱和成本效益相差很多。这个不是那种说有努力就有收获的，有时候翻了很久没有就是没有了呢。每次翻开石头都还是会期待一下，可是每翻一颗石头就会可能心情有一些波动，想说哇，你会不会里面有？我又找到了！你真的？对，压力解除啊！很幸运，很幸运，真的感谢上帝。就交给你了，小弟。好。没有错。其实这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可以让我们知道志乐溪这边有山椒鱼。那这个山椒鱼跟南湖溪、河湾溪的台湾山椒鱼，它们的那个遗传距离啊、遗传关系啊、基因流向那些，大概都可以解开。微微短短的。大只的我们都麻醉2分钟，基本上是2分钟。体重5.75， 4.7，头宽3.52。因为尾巴它能够再生，所以我们采取它的尾巴的样本回去分析它的那种 DNA 的特征。加30秒。打的射标都不一样，搞不好它某个时间点在另外一个地方被抓到，我们就可以知道它长多大。很多的资讯可以在因为打身份证就知道。晚上又可以好好过着幸福快乐日子了。好，回家了，回家了。之前的那个报告。好，走了，做好了。好。没事做，走了。这个是那个野外的研究员采回来的山椒鱼的组织。
研究室的那种样本的那种 DNA 的分析就靠佩鲁。佩鲁他虽然不讲话，但是他非常非常的尽责，所以你交代他，他就使命必达的这样子去把它研究出来。那我们现在就是利用山椒鱼的粒线体，它的密码，它的那个 DNA 的序列的多样性，去推测过去山椒鱼的粒线体的 DNA 它的整个演化过程。这是佩鲁做出来的遗传分析啦，这个是华安溪，然后这是这次的智乐溪，所以你看它往两旁去分。问题是说我不知道这个箭头是在这边才分开来，还是在这边，所以我们现在才要往下游这边去找。因为山椒鱼它在冬天末期产卵，那所以产卵大概到4月多，我们在这山上的地方就比较容易看得到。那所以我们大概都这个季节来看它有没有产卵。我是从82年开始研究，那这个整个研究的期间到现在也将近20季。最近我们在研究就是有这个台湾的山脉呢，怎么样造成这些山椒鱼的分化。事实上，我们在各个地方采集已经花了8、9年的时间了，到今年为止算是比较完整。有各个地方的样本。今年我们的计划呢，其实除了现在已经知道的地方之外，我们要跨到这个中央山脉的祖林以东因为以前都在祖林的西面才有发现，但祖林的东面呢，一直都没有发现有山椒鱼的分布，所以我们今年打算到这个祖林中央山脉祖林的东边，像磐石山这一块区域呢，去找找看这边有没有山椒鱼的分布。这一趟旅程他非常非常的期待，因为一直有人说在磐石山区有人发现山椒鱼，所以呢那时候学长上了起来之后，他就传了一封讯息给我，告诉我说他现在走的每一步都是山椒鱼研究的一大步。这个山区是完全我们研究人员没有到过的地方，他就踏过我们山椒鱼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新的一个历程。廖老师坠来之后，其实我一直沿路都在想，我把一个在台湾对山椒鱼认识最深的人把他弄丢了哈。我希望就是说，廖老师的名字、吕老师的名字，可以在教科书上被人家知道，或者是在很多很重要的研究报告可以知道说这两个人在台湾山椒鱼的研究过程当中它的重要性。那另外的话，其实我有一个非常就是比较天马行空的想法，我是希望就是说我再努力几年，未来有没有可能在太鲁阁国家公园那边的话来介绍台湾山椒鱼，是不是可以把赖老师的名字放在那边，告诉人家就是说他是研究这些山椒鱼而牺牲了。
信箱。团队这次再到合欢山来，师母上次我跟她写信，身体健康检查的报告也不错，就请你放心，也希望你过得很好。我的乡下是在台东嘛，小时候最喜欢的是恐龙，从小就对动物是有兴趣的。有些人说研究什么东西的人就会像那个东西啦，可是我是觉得我还好，应该不太一样。念到大学之后才发现有这个实验室，到今年是第10年。一开始进来知道它是森林系之后，也有转系的念头啦，就是可能跟一开始想的不一样。可是，在待了1学期之后，发现有些地方也还是蛮有趣的。好，我马上过去。2011年有开始正式去消防队帮他们处理他们抓到的蛇，然后持续到现在是2015年。有些人就会觉得你在做的工作是危险，或者是你接触毒蛇好可怕。接触之后是它行踪比较隐秘啦，你要真的仔细观察到它，其实没有那么的简单。有些消防队还是会拿去放掉的，不过也有一些就是丢在那里，也没有人去看，也没有去管，它可能就是死在笼子里。还是有一些人就是蛇打死就好了，你干嘛要救它？这部分会让比较伤心。对人造成问题又困扰的蛇类，透过处理这个过程中，我们再去采它们的蛇毒，提供给做血清的用途，让我知道，就做这个东西不只是保护保育，就是它也有利用的部分。一味的移除跟杀死，其实不如去跟这些东西和平共处。这是我想在这过程中得到的答案。
你有没有其他之后比较长远的想法？要长。我想一下。因为就是现在就是有比较就是等一下，松罗湖，我第一次上去是2008年，算是走比较久的湖泊，就是那边。到现在第7年，毕业开始当助理之后，也有持续上去的关系，是因为长期的监测调查是可行的，因为那个地方够特别，来福有蛇也够多来做这样一个事情。白腹有蛇，它水蛇它分布其实蛮广的，从河到湖都有。然后宜兰还蛮多山地湖泊都有它的分布，就是它最大的可能都还是栖地的变少，困难的都还是平地的蛇啊，因为它有开发的压力，有适当够大够它们生存的环境，其实对它们来说会比较好。器材我收，如果东西还是太多背不动的话，就放到阿邦的背包。这样之后，搞不好就放得起来了。我的同学知道我在做什么之后，他说：“你干嘛好好的人不当，跑去山里当猴子？”没有在接触的人可能比较难想象啊，就是那种在山里跑做调查的生活。对，可是有它有趣的地方，因为我从小其实我就喜欢看动物。123多，1200多，可是它是上上下下，它不是直接要让你爬到那个高度。在大自然独处的时候，你可以跟自己对话，这跟在都市的喧嚣是不一样的感觉，也比较宁静啊，在山上。对啊，这可能也是有继续往上跑的原因之一。山地湖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基地啦，你在平地找不到这样的环境。它是一个凹地，然后它底下有裂隙，所以在下大雨或是台风这种时，有水注进来的时候，它的湖泊水位会涨很高。就是湿地调查，第一个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泥巴，你要怎么在泥泞的地上面行走？就是大家一定都会弄得很脏，沾满了，就是而且在山上也不能洗澡。而且通常那种湿地的泥巴都会有它的那个发酵的味道，大家都很臭。我们必须要有办法在那样的环境去抓到蛇。大概下雨之前我就看一下，就看到蛇。开始了吗？你们好了吗？好啦，走。这里很危险，你先观察一下环境好不好？
这里。过来了。第一只哦。我跟学弟第一次抓蛇都会喘，所以大家都会怕。唯一一次被咬到的经历就是处理一只小的眼镜蛇，那个过程很快，就是感觉到我心跳加速，会开始流汗。在放的时候我会紧张，在被咬之前其实不会，被咬过之后还是对会怕。我这边一只，现在变到几号了？7哦。学姐，这是第几只了？还不7。最后一次。记那个青蛙叫的只数来看，就是你听到的声音来分等级啊。然后它是一个量化，就是在我做这边的时候，它是一个量化来复有者失误的一个标准。2015 4月18，松罗湖南边样本。16号的重量49.4。同步捕捉。晶片号码378。尾长21.5。公母。看一下。学长，这是母狮，公蛇。要哪一头在后面？这只是公蛇，它在这个蝎子墙后面，它有膨大。还要打晶片吗？不用。28号没有晶片。不用。28号没有晶片。是老朋友。他前面号码怎么样？不一样吧，刚刚那个不一样。子弹那只吗5号。做实验有时候比较枯燥乏味一点，中间其实也是有撞墙期，就是不知道我收这个到底要干嘛，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当然有辛苦的地方啊，就是也是会累，就是要走比较久，然后在过程中，一方面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啊，然后论文完成、毕业这些东西都有得到它的成就感。对，我还是有做到第1年抓过了个体，在这过程中它变了什么，其实我从数据上都看得到，最后做出来的研究成果是还蛮好的，对。而且族群生态这种东西，就是越多资料越长的时间调查，会越有可信度。所以如果还有力爬上去的时候，就是我都还会再去这样。就是做生态的出路其实很窄，就是能选择的工作机会很少，会很多会转做其他的行业。其实我去这样做的动力就是我觉得我在做对的事情，然后透过我的研究可以了解它的状况，把我们认为正确的这个观念真的实行到那个整个政策跟资源利用的管理上，然后这是我支持我做到现在的原因。
看到咁樣嘅樣片咧，本嚟對研究人然嘅建設啊，持到非常嘅感動，有敬佩。佢個研究嘅過程啊，其實係非常嘅故事，又有當多嘅失敗嘅。不過咧，佢個建設嘅精神，當欠嘅態度，而且接一下去研究創新，係一啲作為一隻細細嘅生命，對世界嘅創好地圖咧，面對了有大有大嘅山啦，然後自然嘅萬物。最應該學習嘅態度，了解呢啲基本嘅學農度假嘅講便宜，呢啲下擺見。